呃，谢谢刘光老师的介绍和在座的各位同学朋友们来聆听我今天的这个演讲。这个演讲的题目呢，我是这样定了：国际利益网状下的西藏问题，西藏的现实与历史取向。我今天谈这么一个题目的主要原因呢，我是从藏区长大，然后体会到整个教育体系，然后在高校工作，同时呢，在国外读完书又回到那个藏区进行工作。然后由于18年以后，由于中国政治气氛的原因，最终在2020年12月份再次逼迫正式流亡到加拿大。那么流亡到加拿大以后呢，我积极参与了一个 NGO 的活动，就是极力的向全世界敲响警钟。什么样的一个警钟呢？就是中共政府在藏区所实施的寄宿制学校的问题。我是竭尽全力进行宣传这个议题以后呢，也认识到国际上的一些由于国际利益关系的原因，西藏运动所面临的一些严峻的挑战和一些希望。所以从我个人的这个人生经历，我想开始谈这个问题，可能能够更靠近准确一点。所以我今天谈这个问题，就是向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分析，我的一些想法，我的一些经历。第一个，我是出生在藏区安多，就是东北角青藏高原的东北角。我们一般叫努麦，藏语叫努麦。经历的学校教育中，整个中国政府在藏区实施的教育系统，我是整个的就经历过了。从小学1年级到大学毕业当老师这时间，对于中国的一些政策的演变和我自身成长过程的一些变化，然后在大学做10年的教学工作。这个呢，主要是也掺杂着10年的这个学术研究，整个藏区学术研究的一些情况和同时呢，对中国政府在藏区实施教育同化教育的殖民式的同化教育的这么一个政策，涉足这个教育将近25年。然后在多伦多大学读书，然后在云南师范大学教书，教了4-5年，然后参与国外西藏运动近3年。这六个不同的经历，促成了今天我的这个topic，标题。我为啥把它叫国际利益网状下的西藏问题？西藏问题一直存在，那么现在为啥我要提利益网状下的西藏问题？因为藏族仅仅靠藏族自身的实力是没办法去解决西藏问题的。那么我们需要国际的支持。那么需要国际支持的时候，在国际运动，在国际环境下，各国组织和各国政府之间去进行阐述报告我们经历藏人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所经历到的一些不同的情况。这种情况使得我想起来，这
国际上的这个支持的力度和国际上的这种利益网状下的西藏问题这个前景，不如我原来想象的那么乐观，不如我想象的那么乐观。这是我今天要谈的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在利益面前，每个国家把自己的利益放到首位，然后再去考虑帮别人的问题。那么，中国对经济，30年来通过贸易问题啊、经济利益问题，收买其他国家的一些官员和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经济利益问题，他始终是把藏族这个议题放到一边，然后让那些我们一些藏人朋友搞一些拉比的时候呢，他们面带微笑给你把你很轻易的打发走了，实际上没有动笔，没有任何动作，这种情况很多。我觉得为啥这近66年来我们进行了西藏运动，在国外从西藏藏人自身的角度来说，抗争的规模是比较大的，是从自身的角度，但是从国际的这个角度，我觉得不是那么太理想。不是那么太理想，所以呢，我想讲这个原因是就是这6块。然后我为了讲这些，我想我自己的亲身经历，通过我个人的一些经历讲展开这个问题，可能更切合大家的胃口。所以这是我的村子，我出生在这个地方，这个村子里面，这是我的村子，这是我的家，我在这呢，这是我的家。我家里有一个姐姐，4个弟弟，都在这个姐姐在另外一个村子，其他的一个弟弟在这儿，这是他的家，一个在这儿，在这儿，所以我是一个纯粹的土生土长的。53岁的时候被中国政府由于政治气候问题驱逐出去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最有资格和最有义务、最有权利去谈这个问题，你看这是我的家，这是中国，他现在这个版图里面，他把甘肃划到这个里面。我的家乡是甘南藏族自治州，是这，我的家在这儿呢。我本科第3年级的时候到牧区，这是我。牧区第一次任教当老师，那一年我刚到那个学校的时候，当时这个校长给我说，你要讲历史，给我们的学生要讲历史，把我当时非常激动的，很好。那学校讲我们的历史，那肯定是很好的，很棒的啦。结果我拿到那个教材的时候，那个书是藏文版，但是内容是共产党的革命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内容，就是跟内容和文字的不符的这么个现实。我在那儿教书教了40几天，这是个第一个整个藏区第一个中学这个寄宿制中学，这是我当时教学的时候，这个老师那个时候我是108斤，腿子不太好，很瘦的。这是19年我再次去参访那个学校，19年，这是95年的时候，我在西北民族大学，当时西北师范大学它有个藏族第一个教育学博士论文答辩，这是我们当时组织西北民大的一些学生去审验他，就是支持他。他的答辩那天答辩非常顺利的通过了。当时当时的氛围是这样的氛围。这是2000年的时候我编的那个教材，我们当时去分发到牧区的这学校里面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既是参与学术界的一些活动和争论，同时也积极的参与了教育的一种
政策与现实的碰撞的过程当中。当时编完这个教材，送完这个教材，这个甘肃省有个干部跟我老朋友，我们去北京，在火车上我们引起了争论。我跟他当时争论的话题是这样的，你们为什么把那个观音放到我们那个教材里面？观音，你如果是音讯，你让学生知道那个音讯的概念的话，我们有个叫格萨尔，你把它放进去，不是更合适吗？你的知识原则可以讲到，但是让学生更轻松、更容易的掌握了嘛？你为啥不这样？你们为啥不这样？当时他给我讲的是这么一句话：你不知道观音，你会吃不上饭的；但是你不懂格萨尔，是你能活着的。他当时的给我的回复是这样的。这个是当时编的书，这是我把那个2003年的时候编完书。寄到这个学校，这是康区，康区送了过去。这个书当时他们给我打电话说，你们这个书应该是一开始就存在，为啥是现在了？他们我说我也不知道。这中国政府在藏区的这个教育，把学校教育当做一种武器，消灭藏语言文化的这种轨迹，我们是95年以后才逐渐的认识到的。这之前我们自己都没有真正的了解这个东西。这是09年我们一家子去回家的时候，这是土门关。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一直知道，就是过了这个关下去的时候汉区，我们叫的雅囊。上来以后是藏区文囊，我们叫的文囊，这是一个边界，就是 gate，border gate。这是09年，当时我到了家以后，那个当时09年中国政府把所有的村子里面的村校给撤掉了，撤并掉以后，这些娃娃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到他们当时教室里面去看，跟他们讨论应该怎么办的问题。这是他们黑板上写的一个黑板报。这是16年，我回去以后在四川成都我们召开的全藏区的学前教育问题的研讨会，这个里面也来自3大藏区的，维藏的、康的、阿姆多都有，但是个别老师当时在哭，有些年轻老师在哭，为啥呢？学前教育不能这样办，他们知道，这不对，这不对，危害性很大，但是他们没办法阻止和没办法改变这个政策，所以他们当时在哭，有些年轻人在哭，这是我家里人，这是我爸爸去世了，这个也去世了，舅舅，这是我姐姐，这是我们20年6月份在家乡的时候，这是19年7月份参访的一个中学，寄宿制学校，它也是个寄宿制学校。这是我在云南师范大学授课的时候，他们当时搞了一个10000名教师校长培训的这么一个 program， 我当时给他授课。那个时候我当时很幸运的遇到云南来的迪庆来的很多藏族校长，我们有了很多的互动，使得我有机会更进一步的了解迪庆那边的藏语和藏族教育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当时20年10月份，他们云南师范大学决定把那个终止写合约的那个通知强行送到我，把门敲开以后送到我房子里面进来了。进来以后，这2个是那个谁，公证处的，还有这个 video 怎么打开？这是 video 一个，对，这2个女的开始录像，然后 remind me，
我想，哎，我为啥不能录？然后我录了，把他们全部录下来了，然后带出来了。他要求我5天之内离开中国，办理所有手续，5天之内必须离开中国。这是也当时，还把那个我的校园卡给注销以后，我基本的出去也进不来。那天晚上就局面是当时非常严峻的，对我来说。这是我们谈判的时候的一些录音，我今天就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放了。昨天我在跟你这是我那天晚上当即park 掉以后搬到大门外面等出租车的时候的情况。所以呢，自从这个以后，更加坚定了我必须为自己的民族要付出一切，而且只有自己的民族站起来了，才会有自己的立足之地。我深深的体会到这个东西了，所以我到国外以后，当时这个弄完以后，我就回去了，回老家去后，我跟我几个弟弟和父亲道别，吃了个临别的晚饭。当天晚上，我给我几个弟弟讲，我说我这次必须得出去走了，可能这次出去以后，下半辈子可能见不着这一辈子。当时我还把我父亲骗了一下，我说我父亲，我这一次暂时就回一趟加拿大，我很快会回来拜访你的。结果这已经成了永远的了。我父亲去年10月份13去世了。父亲去世以后，我的家里面的弟弟妹和姐姐他们没办法不敢跟我直接通知我，通过第3个人通知我的。我的处境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我当时的那个书，这是我的2本书，这是第一个书，我的社会学的书。我在西北民族大学藏语学院当时首次用藏语开设社会学的课程，最后被关掉了，撤掉了，只带了3届学生，然后他们被你们这个系不是教社会学的，你这是语言文学系，不能教这个东西，然后就砍掉了。这是我的这本书，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可能看这个，可能更了解一下我的这一方面的研究一些成果。这个是我的最新出版的社会学，用藏语写的，这是在英语里面。这个书是完全是系统的用了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这个Giddens那一年见他的时候题字，然后这Giddens在伦敦见面。这是到国外以后开始在联合国那个日内瓦和其他国际组织进行拉比就这个经历藏人的情况的问题。这是日内瓦的那个人权会议上，这是美国组织的日内瓦的一个side event。我们就是这种多了，我就典型的例子这样标志。这是见那个德国现在新选的那个总理当时的，我没想到他会当上新总理，这个德国总理，这是他。这是欧盟委员会的人权委员会主管。当时我到处跑遍了，跑遍的为啥呢？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很多时候的掉着眼泪哭着讲的这里面的一些情况。这是当时第一个我在《纽约时报》里面写的一个1 million Tibet children in China's colonial boarding school。这个写上以后，我的人生轨迹变化发生的更加直接了。我当时写了一个东西，我说 A meaningful life transition from professor to separatist。为啥呢？当时出了这个文章以后，中国政府把我直接搞成藏独分子，但是我没谈过藏独的问题，
从头到尾没谈过藏独的问题，但是他们把我已经扣成藏独分子的帽子了。这就是我大概的个人的一些经历。这个演讲才开始我们讲这几个内容，就是我的研究背景，田野观察藏区的社会现实。我的背景，我有个方法论方面的那个理念，就是自己亲身体验，非常关键。亲身体验非常关键，在体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分析和学习提升，这更能做到一个 accuracy 的研究。田野观察我的这个东西一般从88年开始了，我的研究田野观察88年开始，整个社会的动态和发展趋势88年开始的。然后西藏问题的国际关系，还有谈这个 CCB 这个当代藏汉民间关系管窥，我觉得今天重点谈这个，可能大家会感兴趣的，很好一点。最后是归纳，背景是我开设，自从第一次用藏语开设社会学课程以后，这是97年到03年，然后09年到15年，我的博士学习论文的学习主要是结构化理论，把结构化理论系统的引入到藏区社会进行系统的研究。在这个过程当中，结构化理论本身当时没涉及到教育，但是我作为突破，我把结构化理论引入到藏区社会研究的过程当中，同时分析起藏族教育问题。这第一次把这个社会结构化理论跟藏族教育进行接轨，这是一个。这个藏区社会研究，这09年到15年，这个我每年夏天，带着家人回去，在多伦多大学读那个书的时候，发现理论上的问题需要实证的时候，我把它记下来，然后第二年夏天去老家的时候进行田野调查。是这样完成的。这15年收获很好，因为收获的什么呢？第一次把整个藏族社会结构、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整个都搞清楚了，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把藏族社会和教育形态具体的把分类以后进行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方面，搞了这么些。但是田野调查呢，我的想是长期观察，这个是从92年开始的，对政治倾向和整个社会发展趋向方面的观察，就09年，然后结构化理论相关的藏区田野调查，这是09年到20年一直是这样做的。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过程积累了一些理论上的认识，对整个藏族的社会基础和社会结构，通过这个方面，那中共政府当时在藏区对于藏族社会结构，中国政府现在对实施的这个政策，对藏族社会结构带来的什么样的挑战和威胁，这些方面也做了一些具体的认识。然后由于这些理论上的基础，使得我在国际上进行拉比的时候非常有效，说服力非常强。正是因为由于这些理论的支撑，支撑。社会环境，我想当时就是整个藏区的社会环境，已经被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两种环境都被剥夺和破坏，也有发展，讲客观的话也有发展，当然这个环境不容乐观。它的自然环境，它借着那个保护自然的环境的结构，进行剥夺土地的权利，跟藏人手里面剥夺土地权利。然后人文环境，从16年开始，中国政府大量的投资在兰州大学成立了一个青藏高原人文环境建设研究院，他们进行重新改造藏族壁画艺术和房屋建筑方面的设计艺术，
有些把藏族传统的那些建筑和设计的很好，里面渗透他们的东西，夹杂他们的东西，已经搞这种把人文环境用这种方式搞，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语言，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字语言，从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机构和主流社会的空间里面，基本上被基础边缘化了。人口呢，我觉得将近我下面会讲的语言这些文化的人口将近有800万人口，这是780万多，这是我们的人口问题。我们讲违章都没，但是中国政府把它分成这么几块，我们把它归纳到这个里面，然后它每个人口的数量，人口的说讲藏语的人口的比例是这样的。然后语言呢，我们的语言基本上，除了放牧和种田、农田以外，我们的语言基本上失去功能了，在我们自己的社会里面，中共现在打压的把我们的语言挤压的已经到这一步了。文化呢，它现在是我们的是世俗文化一部分和经验文化的一部分。那么世俗文化已经被稀释的差不多了，但是经验文化现在，从22年开始，以甲班禅为首的，在寺院进行进一步的改造。怎么改造呢？寺院必须践行3个意识，这3个意识。如果不贯穿到你讲经或者是教书干啥，你是不能讲的，不能讲的。你看，这现在是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 The Scope of Tibetan in its History and Today，这个我是不认可的。这个图是唐朝时候的，它吐蕃在这儿呢，很清楚。这是吐谷浑，当时打完吐谷浑以后，我们去。唐朝当时为了求和，把文成公主嫁到吐蕃的，吐谷浑当时被吐蕃打下来了。这是这一片，这是当时是藏区，吐蕃。那么这个东西，这边的这个图是目前的这个状况。中国中共政府现在认可的宪法和自治法里面认可的这个范围，这是藏区，它有，但是国际上到现在还没有关注到这一点。其实这是中共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西藏不在里面，整个藏区不在里面。西藏的这个17条协议是51年5月23号签的，然后这10个自治州和2个自治县是51、52、53这个逐步才建立起来的。这49年的时候，这些地方是不存在的，不存在。这个我们，所以他们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什么时候变成一部分了？50年军事入侵以后是51年签的17条协议，然后53年、52年开始设立不同级别的自治区、自治政府，它是通过宪法和自治法的范围之内去签的。但是49年的时候，这不存在这个东西，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他一直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49年他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这个东西他还这些不同层次的级别的这些政府是没有成立的。他进行武力统治入侵以后，慢慢的进行成立这些政府的，这个东西我们必须得了解这个情况。现在呢，藏区的这个事实，藏区现在有2个authority structure in Tibetan society， the original authority structure and embodied authority structure， 这2个的碰撞到现在还在继续，仍然在继续，这它的这个 level 和 role and function and relation to society affection， 这些
我是通过这本书学习的过程当中进行理论概括的，理论概括，这个地方能看得很清楚的，它的那个 rule 和 level function 这两个层面，这个在起什么作用，这个在起什么作用，看得很清楚的，看得很清楚的。你看这个 rule， 你看 playing both spiritual and local authority rules， 但是这个呢是 only playing the political authority rule， 你看，这个东西 function， 你看 originally rooted the structure in both spiritual and everyday life, such cultural activity, workplace activity， 这个，但是 as an inlaid authority structure there， you literally can't function well there. Otherwise, or you just forcefully to implement your idea. Otherwise, you can't function well there. Relation to society, voluntarily taking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democratically participating and engaging in social activity. 但是这个呢 ，taking conditional responsibility， 为啥呢？就像那个贾班禅来到藏区的时候，他是给钱的，我们老百姓不认他那个东西，不认他的这个东西的过程当中，他采取什么办法呢？你来拜他一次，我给你给50块钱，当时是50块钱，第二次是250，去年开始是500人民币，给他发钱的。我们把这个贾班禅带到藏区以后，让老百姓拜他的时候，当年是50，后面250，去年开始发500。他想着用钱来买这个信仰，已经做到荒唐到这一步。这个是political authority and spiritual authority。藏区要是真正的了解，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真正了解藏区社会，它藏区社会有这个 authority system 有2个呢，这始终在它在整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个，但是这个 political authority system 呢，中共政府被用他们的authority system 取代了藏族的，但是这个东西仍然还在呢，现在的博弈在这一块呢，博弈在这一块呢。然后呢，下面这个中国政府一直在谈，西藏是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从来没有进行过殖民的统治，但是从藏族这个藏人的这个角度讲也好，从中国政府那边角度讲，他没有搞清楚他之间的藏人跟境内藏人跟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个什么关系？这是我2022 10月14号第一次用国际上公认的原住民的这个理论概念，他们把seven stage。如果 seven stage 具备了，他把它确定是 colonization， 就殖民统治和殖民化的殖民关系。这 seven stage 不具备的时候，他不认为这是殖民统治还是殖民化。但是我当时把这个东西 seven stage 运用到藏区的这个时候，完全吻合这 seven stage， 而且还有第7、8个 stage 呢。所以从那以后开始正式的从学术的角度确认这是殖民统治，殖民统治，当时这2个学者提供了这么一个理论框架以后呢，加拿大的这2个学者
他们两个把这个seven stage 这个框架理论框架引用到加拿大的那个原住民的身上以后，这完全吻合，也是殖民统治的标准的状态。这两个人的书在这儿呢，大家如果需要看这个，能发现。你看，这七步 seven stage of colonization forced the penetration of the colonizing group。这50年军事入侵的，50年军事入侵的 ，social destructiveness。你看，这个文化和社会的关系，文化的体系，基本上通过学校教育，就是殖民式的教育被destructive。然后 external political control， 那肯定他们进行各个层级的政府，通过建立各层级的政府以后，用他们的强制措施与统治国。economic dependency internal group 这个问题还在继续，就像2023年夏天，中国政府在卓尼有个地方，他们组织了全藏区的州级单位和地级单位的领导统一规划，怎么去让牧民通过经济手段必须依赖政府，这个工作还在做，那么 substandard social service 这个呢，在藏区你看一下，它没有那种比较大的和科技含量比较高的医院或者学校，它为啥呢？那个医院全建在那个内地省的一个省会城市，它藏区基本上没有的，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是教育，他把我原来谈的那个第二类型的寄宿制教育，他把藏区的很多11岁的孩子弄到内地的省会城市，从1985年开始到现在还在继续。有些孩子7、8年没回家一次，然后回来以后，他父母互相不认识。但是这些孩子在那些内地城市的时候，我去年见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孩子，他给我讲，一周星期天只能出去这一次，出去的时间是2个小时，2个小时之内你必须回来，这7天之内只能跟外界只有接触2个小时的时候，这样进行教育，这样进行同化的。然后是 social stratification， 这就更不用讲了。他把那个努都和努门这2个藏区的2大块，比分层化，有些分成某个省的县一级的，多半分成一个省下面那个州一级的单位，sub-stratification 是这样来的。在这样的时候，他把那个authority 的层级给分化了，所以这个社会整体的实体基本上比这样弱化的，这是seven stage。这个我就可能费时间了，这是我研究的最近还一篇文章的底稿还没有投出去的文章，这是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our unity in the four types of the context with the language practice。你通过这个表，你能看出藏区整个基层社会怎样在丧失它的语言能力的，这个 context A、B、C、D 这4种。藏区的人口里面，它现在语言能力的分化有这么5大类，一部分只说藏语，不会说其他任何语言的，一部分人只会讲口语、藏语和汉语，一部分人他会讲藏语、藏文、
汉语汉文，一部分人只会讲汉语汉文，不懂藏语藏文的。这个藏人从语言的角度，语言能力的这个角度，他把藏人的这种人口结构慢慢分化成这一步了。这种人口呢，它组成了不同的这种 unity， 不能，它这个在家庭里面 clan village monastery 这慢慢的做成，就像天竺和那个塔尔寺这些寺院呢，基本上由于周边社区的汉化，寺院必须得讲汉语。塔尔寺也是，塔尔寺的和尚也讲汉语的，天竺的和尚也是讲汉语的，需要讲汉语的，因为他周围的社区人口的来源被汉化以后，他进来的和尚必须讲汉语的，只能讲汉语，他不是不愿意讲藏语，但是他讲不了，讲不了。那么这种结果是通过这四大类型的这种语言的分化、碎片化形式产生的。那么，这当代藏汉民间关系管窥，我是这么51年，我大概这么归纳一下，50年，18军入藏进行入侵的时候，这是第一次从这种形式进行藏之间的接触的，接触。那么接触完以后呢，他51年签了17条协议以后，中共在藏区进行了2个大的改造。这个改造我们在国外一般人不提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这2个环节被改造起，1951年到59年，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个是民主改革。这2个改造，这2步基本上把藏族的这个authority system 给剥夺的干净了。一个是民主改革，通过民主改革把藏区的所有的他的藏人自己的那个 authority system 给削弱化以后被顶替掉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他把藏人的经济体系给剥夺掉了。这两个是导致他慢慢的顺从他的中国领导的2个关键因素。这个如果你们想看的话，我当时写的这个书《Reform in Tibet as a Social Movement》，我写的这本书15年出版的英文的有这2个改造，当时第一步就是军事入侵，第2步是这2个改造确定了他入侵的结果，确定了他入侵的结果。再一个是文革时期，文革时期当然不用讲了，整个文化语言整个的完全停止去实践这个东西，践行这个东西。那么藏人对态度，你看藏人对自己政府存在的模糊期，经历藏人通过文革以后对流亡在印度的流亡政府和的存在感基本上产生了一种模糊期。这个时候，就民间对中国政府好感产生，这是80年到2000年这个时候。为啥呢？80年开始以后，他把那个恢复寺院和整个文化政策恢复政策的那个时候，但是当时藏族民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一个是对政府产生好感，一个是对自己流亡政府的一些存在的一种模糊感，当时产生这个。但是对中共政府彻底失望的时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11年开始的。11年开始，为啥呢？从09年开始，藏人开始自焚，一直到20年、22年。那么这个时候，他为啥彻底失望呢？因为当时第一个人自焚了的时候，很多周边的藏人都跟他那个人没关系的人，大家都给他去送钱、送粮食、送牛羊，然后进行安慰。这个时候，过了2-3个月吧，这中共政府严厉惩罚那些给那个自焚家人给粮食和给牛的这些人，而且同时呢，给所有
跟自焚者有关系的亲戚和家人的孩子入学基本上不可能了。20年的时候，我进行19年，我吃过一次饭，我邀请他们3个从08年的时候参与进来，判了12年徒刑，19年释放回来的3个人，还有2个被自焚了的那个家庭，2个家庭，我们坐着聊天，他们当时是这样具体的讲，具体的讲。那么这个时候他是不是说是政治问题？他没有一个政治层面的概念。他说这个政府基本上没有人性，人自焚了，那是我自焚的，我干的，我进了监狱，我回来了，跟我亲戚娃娃有何干呢？就是惨无人道的这种做法，政策的这种执行的做法，对藏人整个彻底对中国政府彻底失去失望。这是这个过程。民间对中共统治合法性的质疑期，这是23年开始的。因为20年以后，习近平他们执行的这个反对多元、民族多元和文化多元、语言多元的这个政策，具体的进一步的落实到每一个社会角落的时候，这开始老百姓开始想，那所有这政府干的事跟我愿望相违背的东西，相反的事儿，那他开始质疑这个政府，我跟这个政府有没有多大的关系？这个政府是不是我们的政府？民间开始产生这种想法，这是对中国政府来说也是个警示，我觉得。他去中国通过今年春节的时候，他知道这个质疑的情况以后，今年春节的时候他采取什么办法？又是那个笨办法。他说他带着现金1箱子整箱子现金，跑到寺院和那个村子里面给那些相关的人送钱，收买你的忠诚。那忠诚是能收买吗？像一个是想用钱买信仰，用钱买忠诚，不可能的，不可能的。那么这个 CCP 官方及汉族民间的态度，这个比较有趣了，比较有趣了。80年代到2000年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看到就是汉人民间的汉人对藏人的恨之入骨的这一步的，没看到。这20年我没看到，但是到08年的时候，由于军队，他派到藏区的军队被战争动员令，他刚开始通过战争动员令以后，把他派到藏区以后，军队见藏人打一个，打完以后那些在藏区的汉族的汉人的第2代、第3代人，当时08年之前，他想着我们是你们这个地方的客人，不是这个地方的主人。但是08年通过军队的这种打击极端的打击以后，这个第2代、第3代汉人的态度开始转变了，说是这个国家原来是我们的，不是你们的。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当时整个藏区这个汉人的态度，这是一个。再一个，22年开始，在西藏自治区范围内，18集团军入侵西藏的时候，当时遗留下来的那些第2、第3代人，他们开始有人刻意的鼓动他们说，我们是在这土生土长的，这是我们的地方。有这种趋势也在起来，这个是藏汉人民间的一个变化对藏区这个态度的变化。军方通过08年以后，他认为一直到20年，中国政府没有真正的实际控制藏区，藏区还没有实质性的在中国政府手里面进行控制，因为可能当时军队遇到了实行实质控制的一种障碍麻烦。08年他们给北京写报告干啥的这样。
然后呢，这个过去以后，20年以后，中共利用民族主义对藏态度的彻底改变，所以20年以后，基本上18年以后，我觉得通过几十年的中共用共产党的这个思想洗脑、宣传、教育以后呢，整个大陆民间的汉人的那个价值观也不像原来的汉人了。原来的汉人我了解，原来的汉人他最起码他有优秀文化的熏陶，他很友善的，他有这一面的。但是这个以后，他现在基本上大陆人的汉人也不存在这个东西。我不敢说70%已经不存在汉人的这种优秀特质了。他汉人的这个优秀文化的那个底蕴基本上身上不存在，你看不到的，统统的被利益意识和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意识专制意识被左右，然后他利用这个提升鼓动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是个既是打压少数民族这个手段，也是确保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一个手段。但共产党利用这民族主义在搞这两种情况。然后呢，从去年开始，原来是县级和州级、省级政府，它社会环境下它有这个监控器了。从去年开始，每一个牧村就安上了监控器了。这个非常有趣，为啥呢？这个牧村的村子里面每家门口安了这个监控器以后，我们藏区有个有趣的事呢，就是晚上年轻男女年轻男的到拜访年轻女的家，互相有这种偷偷的干这个事的有，但是那个摄像头把那些也录下来以后，造成了额外的那些麻烦，因此的东西多，这就是现在这个村子基本上没有可能就是干他自己想干的事，没有可能。现在剩下的问题是以寺院的博弈想控制精神了，因为习近平一再的要求把他画像放到弄成唐卡以后挂到家里面，每个人的家里面在是这样存在的，他也在搞。再一个是以牧民的博弈，牧民他认为中共跟藏族之间的最后的博弈点群体是牧民，他说。为啥呢？牧民是有经济上的独立性，很强的独立性，不需依赖他。因此呢，他前23年开始一直在引进其他省份的一些财团进行在牧区投资，然后放债，然后有意识的提升牧民对他的经济上的依赖性。这个事情他还在做，今年在做，去年也在做，那现在我再谈一下西藏与印度的关系问题，历史积累的文化经脉关系。这个我客观的讲，藏族跟印度的文化渊源关系是从1300年前开始的。在人类文明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把另外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进行这样全面系统的进行吸收发展，最后用他的这个文化去决定这个社会的结构和这个社会的关系，这个东西非常这个经脉关系印度。那么甘珠尔丹珠尔里面你去查一下那个汉文化知识体系，那个里面有多少大家会清楚，刘老师可能看你可以了解，你看一下甘珠尔丹珠尔里面有多少个那中原的文化体系的，基本上没有的。那甘珠尔丹珠尔就是印度来的文化体系，这就是印度和藏族之间的历史关系，历史关系，我们不能夸张，也不能贬低，这就是历史关系。这是一个佛教文化与藏区社会结构，由于1000多年的发展、引进、发展和践行，
最后佛教文化和以佛教文化为基础的，在藏区产生的这种社会机构，寺院为基础的这个社会机构，成为整个社会藏区宏观和微观社会结构的不可缺少的两个主要因素。不要微观社会结构，它是跟一个小寺院跟四五个村子在一起，然后这个寺院呢跟母寺有关系，母寺呢跟三大寺为藏的这个各教派的寺院有关系。它的宏观社会结构是通过寺院的这种网状结构建立起来的，然后在这下面微观结构是从那些子寺跟周围的社区的关系这样组织起来的。所以呢，从社会结构上，我们跟内地的以汉文化践行的结果为主的那种社会结构基本上没关系，社会结构没关系。从社会学角度讲的话，和汉藏之间的我们俩的关系，以慈悲非暴力理念为根基，这个时候我觉得，来自于佛教的这个思想，藏族在国外为西藏的这个人权和自由所进行的抗争的这个理念是以这两个为基础，所以这个以印度的这个文化的渊源关系远远超过这个，远超过这个客观的讲，但是印度它有自己的支持的一面，也有它困惑的一面呢。我看到了这个，看到了。我给印度的一些人官员做报告的时候，给他们也讲了，我说你们支持藏人的抗暴行动，不要仅仅因为流亡藏人和达赖喇嘛宗者在印度呢，我们的关系不只是这一点，我们的关系是通过1300多年的文化的互动的关系而制定起来的，那在藏区所践行的这个文化范围，我们践行你的文化呀，你有责任去保护这个文化的存在，而不是说是这60年来我们的流亡政府和尊者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当然这非常重要，应该的需要，但是更广阔的，你拿那个历史的横面角度，你想着印度更有责任去保护藏族文化的，那么西藏与 CCP 中国的关系是历史地缘的邻邦关系，这很清楚的，你抹不掉，这是事实。我们不可能像切豆腐一样把青藏高原跟中原大陆两个切成2块移到太平洋中间，是不可能的。这个东西是事实存在的，但是这个历史上，这长达几千年的这个历史当中，我们有过和平的时期，也有过战争的时期，但是51年5月23签署17条协议，这是一个以后强行控制。17条协议本身，中共也背叛了，但是流亡政府，我们的流亡政府也进行了否定。最后59年到印度以后进行了声明，这是强迫下所签订的协议，所以89年实施班禅，明确表示，藏人在中国得不偿失。你拉走了那么多资源，自然资源和整个资源，你最后我们的现在的社会状况，你看一下。我讲一个小小的例子，当时84年夏河拉卜楞寺的大经堂着火了，最后甘肃省政府和中央财政厅给他答应给3000万，最后那个3000万是什么都不是，最后拉卜楞寺的那个修复会的官员和尚到甘肃省去要钱的时候，有一个年轻干部他不愿意给，我们为啥给钱给寺院了？然后那个和尚主管那个和尚敲了一下桌子，你是哪一年出生的？你从我拉卜楞寺18辆卡车拉了3天的白银往哪拉去了？拉到哪去了？你把那还给我，我就不要你3000万。他当时是这样争论的。就是得不偿失。当然肯定
一些情况你发展了，你建设了，你当然得建设啊。我从当时想，93年的时候，有一个民族经济研究的一个学者研究出来这个藏族经济情况。当时93年，西藏自治区全年的收入是上海一天的收入。当时青海省全年的收入等于安徽省的一个县的收入。我们的经济差距是那样的。去年列出来，全中国最落后、经济最贫穷的落后的10个省里面，藏区全部在啊，是不是得不偿失啊？我觉得，班禅大师说出了一个实心的话，实在的话，在08年汉藏民间的割裂，这个是产变以后这个关系18年以后进一步的恶化了。18年之后进一步的恶化，因为习近平想着他要消灭多元文化的多元性和这个种族的多元性，他要有搞一体化。2020年他当时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当时的国家民委主任直接到中央民族大学去宣传这个政策以后，到兰州我原来当过老师的那个地方，当时那一年把我原来带过那个系给关掉门了，蒙语系、藏语系、维语系全部关掉了，这就是他的想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藏人从喇嘛到学者到民间的牧人，心里积怨很多的。然后23年开始，藏族民间开始质疑给政府之间，他这个政府在我们藏区统治的这个合法性，开始质疑这个东西了，然后CCP 中国自身的危机西藏问题的前景，我想谈一下这个。CCP 当时从清朝末年开始，他的中国革命史他一直讲，我讲过这个课，我知道，他讲从清朝开始，中国历代的人先者寻找中国的出路，但是唯一共产党找到了，他是这样讲的。但是到今天，你往回看一下，共产党打完内战以后，到今天为止，他走完的路，他有路子吗？打完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他多大的灾难，一直到80年。80年以后，他开始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完以后，他开始是走向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到李克强的时候走完了，没地方走了，没地走了，然后他开始又一次再次激起民族主义，进行固化共产党的统治和打压少数民族。但是经济出路仍然没找到，这就是他所谓的中国的出路吗？我觉得中国出路已经，CCP 的自身的出路已经走到头了。从 CCP 自身的这个理论体系，领导这个理论体系已经枯竭了，这是一个。第二个，中国它作为国家，它当时现在的这个价值体系的碎片化，基层民间的这个社会秩序的范围的进一步的扩大，这些前都在发生，这些博弈在上次也在发生，在民间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我想我就不谈了。Tibetan issue in global context， 这是 USA 是做了这么些，然后 other country 做的这么些，在这个情况下，我看他们如果不去真正的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进行支持的话，我觉得这一点是不够的，因为我前面提过，藏人自身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西藏的问题，必须借助国际上的友人和国际的支持下，才能够走向完成自己的愿望。他是情况是这么一个。但是归纳里面，这是一个藏区社会结构
殖民它不是中国的，当时不是像这个中共政府说的那个西藏是中国的，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它不是的，它是跟社会结构基本跟你半毛的关系没有没有关系。这个 Seven State Colonization 在我们刚才谈过，这个 Principle of the Sovereignty under not international law 这个里面你套这个sovereignty，我们的那个 sovereignty 完全吻合这个东西。吻合这个东西，其中有一个是谁在实际控制这一点，其他的那几条完全占了。然后 feature the rule of the CCP's position in Tibet， 我想大概的讨论一下微观社会结构这两个没关系的，没关系，不存在关系，宏观社会结构和微观都一样。你看。the principle of the sovereignty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当你把这个跟西藏跟整个CCP 的这个联系的时候，你看 conquest consistently resist the CCP occupation by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ibetan people until present. We never stopped resisting their rule. And effective occupation， 藏族一直是生存在这个地方5000年了，这5000年当中没别人被占领过，那个 perception， 它是解放军入侵的进来的占的，不是说我们邀请的，我们没邀请过，然后这个 session 17-point agreement by military threat， 然后assertion， 这个你看 Tibetan land remains the same size as before 1950， 这个 by body， 你看 which nobody did it， 国际仲裁什么法律仲裁没有经历过这个东西，所以只有这个，但是这个是我们没接受，我们不是愿意的，这个是抗议是一直存在下去的，只是我们没成功而已，所以从 principle of the sovereignty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这个地方看起来也是这样，它是这么个情况，然后这是我最近在研究这个东西，论证这个东西，手册了 The featured rules of the CCP position in Tibet， 你看。他就角色就这些，这角色很怪的，你看当时欺诈的，就是当时55年是进行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当时汉藏当时 CCP 政府跟当时牧民的交流状态是这样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非常有搞笑的。他们到藏区来以后宣传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得走社会主义，强调以后那个翻译可能是没搞懂实际意思，他也讲就是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这个社会主义必须得走。那么我们的老百姓当时怎么理解了？这个社会主义往回家的路上，他们走的时候这样聊天说：“哎，这个社会主义肯定是个非常遥远的地方，我在家里连一双像样的鞋子都没有。”他当时的 communication 就这样开始的，非常搞笑的，然后这个现在是通过寄宿制学校，三种类型的寄宿制学校，整个把我们的4代人基本上被搞成垃圾式的人，既融入不了汉区社会，也融入不到藏区社会里面。然后他们需要生存没办法生存，那怎么办？他们被一批一批的运到无锡、福州那一带搞cheap labor了，这就是他是这 featured position。我把这个要尽快的搞成 academic 文章，我要发出来这个东西，我要拿出很多实证的例子，
理论的分析是真的，我要把这个要尽快搞出来。就是我的目的是，就是我 physically 没办法把你你的这个统治没办法撵走，但是我从理论上让你站不住脚的，在那儿的统治是站不住脚的，我要搞到这一步，要搞到这一步。实力法理这非法入境实际控制，这是西藏的现实，这也得承认这非法的入侵也是现实，目前的实际控制也是现实，也是事实，我们不能否认事实，我们不能否认事实。但是这历史与法理这两边 ，CCP 是无法回避的挑战，但这个是他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一个挑战啊。但是文化经脉与社会事实，我一直在讲 ，society informed by culture，the culture practiced by people educated by school system。现在我们的这个问题在哪里呢？people educated by school system， 对中共政府把在藏区的3类不同的基础制学校教育列为义务教育的范围里面，所以所有适龄儿童必须得进入学校里面，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社会事实所有的藏人都得要深刻的要理解这个东西，深刻的要理解这个东西，这个 society informed by culture， 这个当时跟历史的文化有关系呢，这不是1、2天产生的个东西，culture practiced by people， 那这个 people 一旦不愿意，没办法，不能践行你语言和文化的时候，这个社会基本上可以说是变质了，所以你看，这个 actions and interactions of community, schools and policy，这种控制在学校的这种控制，最后导致这个了。当然，我想，这个藏区的还不能完全那么失望。藏区这是23年，你看一下，这是一个石龙观点法会，这个规模，这将近有123万人参加的。我们的社会还是仍然存在的，我们有希望，我觉得从汉族朋友来说也好，汉族朋友我们期待着早有一天能践行自己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来建立自己的管理和发展自己的社会，总有一天在自由和民主的状态下，在大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能践行我们的文化，用我们的特色去发展和管理我们的社会和发展，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前景和愿望。但是呢，西藏的趋向与台湾的趋势，我觉得是这样的，民众意愿与政治趋向，中共搞藏独的不是藏人，也不是尊者达赖喇嘛，也不是流亡藏社会、流亡政府，而是真正正在经历藏族民众趋向独立的是共产党。由于他的这种极端的政策，正在把藏人推向独立面，导致藏人彻底的回心进行走向独立。这是共产党在自己由于他的极端政策，把藏人推向这一边，而不是我们自己诉求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尊者达赖喇嘛一直在讲，我们要互利，既利于大陆汉人国家，越利于藏人，我们要走中间道路，一直在这样谈。但是即便是这样谈了30-40年，中共仍然在把这个经历藏人逼向独立的一面。这是由于他极端政策的一个实施的结果，我想。但是台湾社会事实对于西藏未来自身的实力、国际支持，两个并重的非常重要。
那谢谢，我就讲到这了，嗯。